丽芬姐是左撇子，左撇子我左右都可以。那来表演一下右边，表演一下右边。右边等一下，不要干扰我。看一下妈妈好不好？对，你等会标记好。看一下妈妈好不好啦？不是那边妈妈，所以爸都没有理到你。都没有理耶。看喜欢哪一个带回家？他喜欢你。对，恭喜！欢迎参加我爱红娘，配对成功。可以用死黑影 V 这个福菜，你才选择嫁你老公的吗？来好好回答。不是，回答了，回答好快哦。公公那种辛苦的那种味道，很怀念他们，很温暖。翻冠军那个3000块牌子给我。我熬的高汤，鸡猪啊！不是，今天是鸡啦，今天用鸡汤啦，鸡汤。我爸183公分。哇！我爸138公分呢。张爸爸。味道有试了吗？还没加味道呢。没有加任何味道。还没加味道。很好。还没加，哎。是不理很好。Hello， 各位電視機前面嘅觀眾朋友，大家好。還有所有現場嘅鄉親朋友，大家好。歡迎收看一家之主，我係民族。中發票。一家之主呢，你翕嘅挺貴嘅哦，正經結嘅呢，當到青島嘅3月，都客家種地度，你們測講特別親切。但啥都將自家嘅哥哥姐姐弟弟妹妹朋友。你講到哥哥弟弟姐姐妹妹吼，根本嘅來嚟一屆，佢算係嘅老太。哦，對嘅。嘅關係非常嘅親切，因為佢係嘅社粉絲哦。係，我用講啦，我咩嘅粉絲，因為佢本身呢，咩係一個行業嘅主播，而家他都經營一個 YouTube 頻道，10分的成功哦。哎呦，啊，唔過講我按東亞鴉片，我還是要講一下你那邊。媽嘅，你那邊是米食高手啊！哎呀，講到米食就係客家媽媽最擅長啦，香港非常有愛心，然後做主攻哦。冇錯哦，既然來賓呢這麼有看頭的話，先來分享到今日評審欣賞後誒，提前來分享到嘅係顏玉鳳師傅。大家好，我係馮毅，大家好。好，大家來分享到係李志龍李師傅。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，我係志龍。分享到風水參水炸嘅係兩字愛腔下來比賽哦，別分治療優勝。哇，大家好。哇，我真的哦，你真的怎麼樣？有機會站到這裡來啦。好，媽媽，好多了，第一次有人帶過。4、3、2，來！哎，大家好，我係邵熙。等一下，重點是我發現媽媽也覺得不錯。不是，重點是什麼？場外攝影師都拍手了。有嗎？有。好多那邊人拍手。好了，有落淚的部分嗎？因為這一集後，他的錢有他領，我們還是請他回來工作。好。哎，不應該運大附庸啊。下一集是不是？下一集2集而已。哦，沒了。好啦，藍色的鴉片，今日開場嘅時間要小解，非常有愛心嘅中外做版，好似白的嘅故事檔，佢條係李潤啦，江秀先妹。哎呀！大家好。哇，很有盡心哦。今日幾多點紅嘅？幾多啊？5點啦。哎呦，我錄音家從5點鐘就好。 5點鐘就好。那個5點鐘好。用鼓手嘛哈，我跟你說，森美姐今天呢是負責客語的擔當，客家精神的擔當。麗雲姐呢，因為呢以後後來你做客家心 Q 哦，客家心 Q 哦。所以呢，今天呢我們切換到她的時候，轉換成華語。哦，冇錯。她挑戰你的客家國語的程度有多強？沒問題。好，先來門關那風吹，看到佑生我真是太開心了。那麼多問題。總讓日頭邊有推薦嘛個好高好色好料冇主播。廿兩隻禮拜才突然的兩公有一隻米個人節，才廿隻禮拜拜6、拜日，還有下禮拜日嘅暗部跳有一隻火把節嘅發通，大家就得去到兩公吼，去參加啊隻米個人節，大家想會食嘅緬甸嘅料理啊，還係講會食嘅泰國料理啊，還係講會食雲南嘅料理，全部都得嚟參加一隻發通，係。我送他4個字：甘拜下風之見。哎，窮人不是堂哥有人會留我公都按後堂，張伯謙，你怎麼還站在這？你剛剛說唔是的，因為你的我不知道確定是什麼槍。我有經驗哦，你剛剛講。俺妹係記嘅小粉絲，俺嘛記嘅小粉絲一直在互誇。那我們都讓位好了。因為佢做用路嗰種小改講到非常好。而且家己講嘅東西已經沒充電了，湯吉講法就像很悅耳。今天還要比料理嗎？要，我帶我媽來比。對啊，是姐姐嗎？這不是姐姐，
梅姐姐，因为冻强。我刚才走过来的时候，我真的以为他们是情侣，这样。来让讲，你李亚姐团哈，他自己会回家重播10遍。好了，刚刚他有讲到兩講米干節啦，哈，都好呀，他哋時間嗎？4年、5年的時間。4月22到5月初1，也2個禮拜天。因為東南亞你要渡河的時節哦，有這潑水。你也知道潑水季節挺愛啊。你不是要變泰國人了？沒有啦。泰國照片發完了嗎？還沒。哇，所以你聽我參加一下，感覺冇窮嘅文化。對對對，好。我介紹小嘅係種辣嘅部分，種辣嘅選項吼，有隻為數按照巴德要推薦一個貢然係嗎？有生態公園，好花痴，做得翕相，都哎呀，按不條油嘅啊，火焰蟲啊，火焰蟲，嗰度土咱倆為數吼，有兩講這種種辣改片，感覺冇窮嘅文化。嗰種異國的美食，把啲倆片美就動頭嘅生態共燃，感覺太自然嘅感覺。我們超出培養太時間呢 ，Q 下來都討厭，要到邊好食又夠好料哦。發工都按到，現在不是演講比賽，最主要的還係料理比賽啦。馬上來進行體育館嘅挑戰。手下抖起來，兩嘴要用粗排嘅方式，結添彩色嘅調味老食材。撒等我哋寒天嘅時間地度，完成自天嘅料理，真係兩嘴會抖出乜嘅想唔到嘅好味先呢！最精彩、最神奇嘅比賽，暫時就開始咧！各位到底係關地度呢？誒，呢個來對3種食地度，各個出一個標準一出來。係，黃色嘅部分係主食材，青色係配菜，紅色係蕎麥部分。啊，先到嘅食材就掉入起來，做出一套菜。等下我就初試甜熟麥愛60秒時間做的使用。剪刀石頭布先來，我們麗雲姐。好，來，那這邊。發彩圈，來。好。默數啊！好，你看他手在發抖了，跟我那麼緊啊！剪刀石頭布，剪刀石頭布 ，yes！ 哎，贏不代表什麼，抽到好食材，張開充電，來。好，4選1，我們一個人選擇一個顏色，來，換我拿。嘿，好，點好嘞。好，我先搶開牌，主食菜，乜嘅？射花機，恭喜！剛好是海參。好啦，什麼字搶佢牌？糯米椒，都得咯。都得咯。麗雲姐請開牌。趙山，都得咯。可以，這道菜可以有好食哈。好來，你哋該森美姐哦，小都該拽 M 藏不住。那我們就來選嘍。好，佑生的運氣應該是不錯的哦。來看一下姐姐的牌子，主食菜。素火腿，不錯哦，這樣很漂亮。會不會其實配菜是就這樣？素火腿好吃啊！看一下配菜部分，右身搶快派。拜山，山藥，多麥嘅蕎麥呢？名字話啫。麻婆。我跟你說，我們那個幼生媽媽呢，給最厲害就是做麻婆。真的假的？真的，真的。麻婆誒，拜山撈素火腿。OK，走得嗎？走得。哎，其實哦，我知道講知道但比佢咩很友善呢，因為呀條食材很百搭的感覺啊，你搭出來都以後誒。等下冇人用辦啊，他又該初試提醒來60秒，他也走得用。冇錯，來先問一下紅隊，馮翠有信心嗎？有，加油咯！好，加油！來談看一下藍色的一片，有信心嗎？有，加油！馬上就嚟進行體育館嘅比賽咯。好厲害了，為什麼你知道嗎？這個平常有在播糖炒栗子的。碧芬姐是左撇子，左撇子我左右都可以。那來表演一下右邊，表演一下右邊。右邊等一下不要干擾我。來兄搶高一下碧芬姐哦，平常時佑生在家裡有做菜嗎？有，真的。有，那有炒料理。他平常很會做菜。我這個如果私下訪問答案會不一樣嗎？會啊。把麥克切開到答案來強用啊。嘿，因為自家煮需要求，自家煮來食，冇人煮來食。應該係講你煮為就係麻婆，但是麻婆撈飛散，撈素火腿，用㗎啥？其實係啲麻婆係愛咩煮嘅啦，愛咩凍條在煮嗰啲麻婆啊，嗰啲重節嘅料理。哇，哎，剛才那個飛散要切什麼形狀？正方形好了。
你弟等一下做的用初试填熊爱哦，对，有60秒，看你要什么时候用。对，好，这有60秒可以用我等下提哦。醒暧昧。你等下秀一下，你们先背料背到一个程度啦，后面。我不要切了吗？切。哦，记掉。姐姐，你都无限吗？该无限切菜啊，切菜啊！哇，加削铅笔啊，切菜体位啦，风菜体位啦，配色用啦。係啦，配色用。你睇馬上安專業喎，攞嘅沖絲先整個水呢哦。係啊，那等一下沖絲要做乜用誒？等下用水燜的時間啦，起鍋的時候才放下去。你們啦啦隊的實力超堅強，而且連李總都來撈給天數。藍隊的粉絲在哪裡？尖叫聲！哇！我哋都是受氣的朋友姊妹。哦，係啦，大家都是志工啦。今日開場師姐就講到，你家朋友以為係美食達人，麗雲姐，麗雲姐，你是做哪一種班啊？會十幾種了。蠻厲害啊！上回設計有做過14種了。哇，14種， 14種啊！我都講不出14種。啦，菜推板啦，對啊，炒板啦，菜推板啦，板煙啦，肉粽啦。但是麗雲姐基本上係客家姓 Q， 你有冇安會做班哦？這是大家學的好啊。 ，Kilo S 喎，他天生有這種客家血統在裡面。都在炒嘛，都對咯，都在嚟啊，都在炒嘅哈。哎，等下先炒乜嘅東西呢？先炒票，這個爆香，這先邊爆香。好，照燒一般都是什麼料理比較多？這下去豬排爆香。豬排啊，雞排啊，凍飯啊，所以台尬應該同學過那個，我們這個主食材是什麼？花枝、小花枝啊，小花枝人呢？小花枝，哎，空起來了我。怕水啊，跟同過啊我來，拿。摸同過炒肉破。先幫你準備一下。好了，好，等下給我倒上來哦。哇，哎，好漂亮哦！煎得好好啱哦。妹切的，哎，應該咩做埋條路啊？會計，係會計，台灣的會計事務所都是碧芬接管的。全台灣呐？嗯，那你是會計教母呢？我要講客家話，很碰碰啊。媽媽這麼年輕，有造成幼生的困擾嗎？有啊，真的嗎？看喜歡哪一個帶回家。對，他喜歡你。對，恭喜。好，哇，歡迎參加我愛紅娘。配對成功。味道有試了嗎？還沒加味道呢。沒有加任何味道，還沒加味道，很好，還沒加，哎，真的是媽媽跳的，壓力太大。漂亮。不是媽媽很厲害哦，鄧一共她是職業婦女哦，而且你一定看不出來，其中阿婆嘞。啊，他有點排斥這個喵猴吧？嘿，既喜悅又覺得，哎，明明就係阿姐，阿婆阿哦。婆啦，媽媽這麼年輕，有造成幼生的困擾嗎？有啊，真的嗎？東南教到唔朋友啊，因為其實許多阿妹就係驚唔朋友啊。哎，現在這個在煸什麼？煸的花椒，辣椒可是不需要加油嗎？不要，它會苦苦的。油哎，嗯，可是不是要花椒油嗎？這個只是爆香而已。好可是它麻婆的香味，你要把花椒整個倒進去，煮一半的時候再倒進去，那它吃起來不會。碧芬姐說不會就不會，好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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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跟你講娘不卡不產就落花椒落去嗎？有，那幼生你的主菜係撈馬沙學嘅。啱妹學嘅，我以前演大世界成嘢世界，在做下啱妹祖傳啊，就順條看。幼生，你要用廚師幫我嗎？對對對，好，那這裡先停好不好？還有卡起來。對對對，黃冠密語初試甜上愛，預備備起。初試甜小愛。找誰？哪一個亞莎師傅。好來，齊師傅，戚師傅找一個師傅。徐師傅，我給你機會，有辦法救。哎，快學係嘛？讓他看一下，讓他看一下吧。好，來繼續開始。要掌聲炒風一向。都有嗎？冇，碧芬姐你就下慣誒，麻婆。我們的油不夠哎。唔係，坐低。你等下油啊，放去壁解馬的梅頭出來，讓兩線倒落去，兩線倒落去，兩咧瀝到油，有沒有？瀝到該位，我要它的籽不要進去。油停哈，好，不要緊張，不要緊張。你的海陸也講得很好，很好。這樣你沒有壓力。幼生來造成全民壓力。條油要加嗎？有，要加嘅哈。
有加了吧？冇冇一点假动你真的有作，压力呢。有哈，哦一点朋友教的吗？加嘞，确定？哎，确定，好，然后分给围一下，小眼手来围一下，好，我们拍分给侬，好，都算。好，要充满哈四、好，嗨， 3、2、1，洗点头。试试味道可以吗？好了，看在佑生的面子上，你等下量油啊，好嘞，好，冇問題。哎，洗点甜豆的葱啦。还没加呢。油要倒进来，那个要干净。那么两只只过来食，绿网过来点，对，唔怕唔怕，好，啊，这手的，两给我一口。片放过去好哦，是味道哦，好，哈。是蒙。师傅帮啊忙，蹦眼蒙哈，帮啊忙，要什么忙呢？调料。好，我抢来为师傅。看喜欢哪一个带回家。对，他喜欢你，对，恭喜，哇，欢迎参加我爱红娘。配对成功。李长会生气的。丽云姐，你老公有在前面吗？有吗？没有，还好没有，不好，来口才上。有。好，现款茶。这个很头痛是吗？对，来，那个头痛要预备。哎，继续抢开始。这现在在大整形哎。但是糯米酱刚好某些处理过了哈。味道有试了吗？还没加味道呢。没有加任何味道，还没加味道，很好，还没加，哎，刚刚是对的，蛮高用料，终于上色。这变成师傅大对决了。哎呀，加到通炒通哦。给给哦。还是我们以后第一关就变成师傅 PK 啊？好啊，哎，可能哦，走对喽，一直都是直接抽牌就好了哈，直接抽牌，然后等下拍要扁哦，雷病腾熊熊啊，带2位助手啊，对。哦，都算。手臂着了，手臂着了呀。 3、2、1，手臂着打吃下米就会啊。但是照烧的母零就干吗？唔是干没做得要啦，天天不会再加，加，天天不会等吃的差不多，用油啦，要得下要味淋，味淋，味淋，要所以就鹹鹹的帶些甜，要得下一種鹹甜。師傅該下就加通嘞，所以莫加多。要起來的時候。對。喂，哎，還沒，哇，好棒哦！那个摆盘的时候放。没关系，心不要那么重。一点。好，芝麻，好哦。自在参加。芝麻最後了。啊，要嗎？最後要上去的時候再撒掉。好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端起來。試一下味道，試一下味道。哎，師傅走心了。你就按起。 OK，走對嘞，走對嘞，到時候走對嘞，嘿。煙草馬上嚟倒算，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時間到，馬上就有知識困難踢館，那麼卡米西卡站到咯。呢出料理冇簡單咯，因為要急些餅脆吃出來，先嚟知識困難風吹嘅料理咯。其實應該本身唔敢學嘅快散的。為什麼？很好吃哎，就覺得香香的。哦，你怕那個狗狗的？冇人取到幾條茶凍清爽。哎，你嘅麻婆呢油香，唔過唔會辣米啊呢？沒有很辣，冇咁辣，這樣符合大家的大眾的辣度這樣子。對，而且你看麻婆其實就是做仔誒，嘿，快餐然後素火腿，它都是仔吹嘛。做對，做對。對對。呢個起腿嘅豬肉。現在已經取到嘞，還不錯啦。嘿吼。一盒一盒。那你覺得我跟佑生馬上下好？通通按盒。哎呦，你蠻慣聽哦。兩片攬出嚟嘅條梅哦，一斬掉。來，叫你吃。照燒口味的。哇，又甜哦。家下師傅見少你個啱呀，百幾會甜落，結果唔會 ，Q 彈彈嘅，讓人皮膚強壯啲嘅。這把雞呢，真嘅係要加個 Q 彈的口感。照燒呢，咩按鈕甜鹹度好，就是咯。弄紅嘅可以先凍卵，炒凍卵，唔會老鐵。弄紅。我們有投你們哦。禮尚往來一下，要投我們吧。再說。那是都凍好食。當然啦，一定我有自信啦，哈。比平常在家裡煮的還好吃。哦，那真的很好吃哦。好，兩位師傅到達營養班來評分咧，夾嚟看哦。牛房師傅搶半分數。哎，好，風吹日本，打過去搶看下兩個搶半分數。
蓝脆的粉，第一罐香球。好，我先讲解蓝队我们本季的粉丝哈，佢该做出这样跳动哦，是正常咯，含有啥甜味来源摸炒出来，洋葱。哦，洋葱就食落去，咩呛香嘅，佢嘅甜味含摸炒出嚟嘅甜味，所以是正常的用甜。哦，我本家红队自己讲嘅麻辣的口味做到动吼，有一个素火腿，有坚果，佢香味有增加佢嘅层次，做动吼，新梦。换阿两个来公平。我先讲风水那边哈，口面啊就全部搭配到好，但是我无先风水，最主要原因係個啊，所當大蒜嘅花椒規粒嘅熬到三麻幾隻麻片。我變到夜班呢，我建議就講特別要來，所以來三麻較唔啱麻，香味咪會較少。啊，藍水那邊呢，大家有客到就講，開山咪會調肉，但係佢設計小花子的冇按肉，所以呢，我就選擇藍水那邊。謝謝。兩組呢都各有擁戴者哦，代表呢亞體館來講嘅話，實力上到。唔過稍後呢，先休息一下，看一下佢哋廚師傅帶來乜好料理，我來老太自家分享呢。師傅出台菜，又輪到廚師傅我來出台菜，到底料理有那麼名？松露蒜香炒果饺，而且关键字太清楚了。松露，這個我沒看過。松露哈，啊，你係菜頭板，菜頭板你係怕麻生哦。冇啦。那會太鹹了嗎？哦，啊，你係雪白菇、金靈菇，哦，啊，你係客家元素誒，幾天差兩枚客家元素。幾天差要按台幣哦。有哦，按台幣哦。係哦，你自家種嘅啊？係啊。你要改比。自家種嘅。你自家我隔壁啊，自家翕嘅。哎呦，哦，有看我們節目誒。很有啊，很有啊。你係蠔油，蠔油啊。蠔油哦，蠔油。咩愛做誒？咩啊賣？你係動物鮮奶油。講學菜，我應該係講到安倉哦，我只記得松露呢。還是我們單吃松露就好誒。好，我哋港式按照 SO 醬炒果餃。板啊，你係菜頭板啊，幾個板嘅意思。哦，先落去白豆。係白豆哈。做乜要先白豆呢？因為我等下有煎本佢酥酥安用嘅吼，脆皮哦，藍本佢有梅頭。先賣啫，賣個雞肉啊，賣哪隻鋪下豆啊？皮啦，賣皮哦。係啦，賣皮啦。誒本有較濕啊。可是為什麼要揉麵粉啊？因為佢好脆。哦。它有按到脆皮，我等下炒好時咧攪一下，本佢做解。松露醬啦、白醬，那其實差梅頭，啊是都是為切安樣嘅。所以一般我會買那種炸雞都是有裹麵粉的哦。某一天我看用幫佢鋪嘅，哦乾煎，披線落去，披做你下，幫佢做油啦。鐵砂掌的部分哈。你要是幫佢甜甜的煎熟咧，菜頭板，切蛋嘅時候，你係該客家嘅菜頭板，港式嘅其實要加油蔥啦，吼。可是俺不卡油哎。對，我在教做。假鋪做沒油啊。哦，你要不卡，真給他冇錢啊。我這一集好冇錢啊，連油蔥都冇加，可能要菜頭板片，嘛咁冇。如果你要冇加哦，是在因這種的事，是在因啊。我吃很大個的。嘿，幫佢煎嘛，我煎本佢按拆倉用嘅啦。你菜頭板做1Q哦。1Q 吼。誒，款切就啲啊。係啊，我唔曉做菜頭板啊，你曉煮的呢？係啊。你真的被挑戰呢！那可能我幫你切9層頭。9層頭要看嗎？哎啦，看一下啦。個皮咪差不多好的皮啊，翻過來，翻面，哎，又要切安尼，哦，切哈。魔鬼有裹麵粉呢。好了沒有？有要啊？啊，一起哦。紅時菇。個油按個那個多一點。喊我油哦。多個雞嘅油。哦。你看你。雞皮嘅油咧，要倒出來2片咧。哦，我炒個菇菇油啊，炒到個從安煙燥安煙，菇菇點樣炒金黃色安煙，所以要細見。哦，這道菜嘅想法是講哦，啲個港式都是個 SO 醬港式炒蘿蔔糕。哦，安個油加一個中式嘅，從個到啲個煎個菜頭板漸漸的是分個醬油到個蒜塊米，安樣嘛哦，也都能分了是當好食。安個根本要結合哦，西式嘅松露。到中式的蒜蓉醬，到港式的蘿蔔糕，哦，還有加一個脆皮的雞排。那我幫碧芬姐問一個問題，這個坐月子吃好嗎？因為菜頭屬於涼性的，你只要賣港式的。哦。去買正餐哦。菜頭係涼性的，做唔得坐月子。對。涼性。做師妹做唔得咯。不能說祝他好彩頭哦。
他是刚升职。下次你给不能在那种甩头把不那我老婆一定会骂你。没应该跟博前讲哎。看一下妈妈好不好？这一定要标记哈。看一下妈妈好不好啦？不是那边妈妈，这一趴都没有理到都没有理到。我熬的高汤，鸡猪啊！不是今天是鸡啦，先用鸡汤啊，鸡汤啊。好我记。公公那种辛苦的那种味道，很怀念他们，很温暖。当冠军那个3000块的牌哇，对了，超快了，超快，唱。像你要见到安源的世界有啊，蒜头，哦，蒜头一般来讲，正常当中係比較香，因為我叫咩切的哈，較油啦，係較香，好油，好平下去，哦，那等下炒一下湯，還有冰湯啊，一點點喎，因為我減甜好。港式會不會比較甜，對不對？港式叫加個老抽。老抽是講本來都要煮東西上顏色的東西，佢冇鹹甜，水一點好。加水係因為本經軟係嘛？很軟的，我覺得可以的。可以的。哦，安尼一道油呢？一道油哈。哎呦，完全不一樣色。你看，你要有啊，又熟啊，又熟，又豐豐啊。頭頂哈。你們等下私底下不要換賴。我覺得你們真的要加賴。加個松露落去咯，哈，全部下去。哇，全部啊！我根本要加肉身來啦。哇，肉身來啊，就通台個面子。平常係加真的。凍紅牌。好啦，天哪！要切天叉下去。我超愛松露的。松露撈起千叉口呢係提一百用都到，用哈，啊又七千叉唔嘢，那更要冰下去咯，又要冰落去啊，看起来好吃哦。你忙解說那個不？哎，我聞到松露就整個。哦，你要攪，我調松露的木頭出來的時間，哦，奶油兩個一點。就像你看到和牛。喂呢，哎呦，好厲害！哇，太漂亮了，太美了，太美了，真的太美了。哇，這魔鬼已經可以學所有東西切到像刀啊，正方形用。好，松露蒜香炒粿角，按鈕就後生咯。师傅真给你跳厉害啦哈，尤其是一个蛋糕的松露，整个让大家 hyper 起来。用它来吃吃看哦。來。规个最苦地度呢，每一個松露的味道充滿嘅感覺，真件係顏色一體香酥。看下，啱啱嘅蘿蔔飯嗬，炒到 QQ， 地度有間軟 Q，十分好食。凍好食，我凍長菜法國嘅強用。它那個整個松露都味道都化開來，對，真的很綿密。凍英做推卸啦，讓異國嘅這種結合哦，我覺得最成功的真的是七四夫，佢打敗了所有東西，因為我想到我買關係，我結合起來哦，結果他們好像本來就應該在一起的。那個蘿蔔糕第一次吃這樣，對，這樣的口味啦，吃都懂經驗啦哈。要松露老氣鹽茶，嗰要鮮奶油3樣東西搭配起來，嗰配上呀蘿蔔糕本身的 Q 度、Q 感，十分用法，徐師傅做得當好。係咪已經有個菜頭版煎的還未做的？你煎得當好。啊，宣夢太大。要杜後呢，沒不然你志勇師傅不遺憾，最近他的身體都瘦了，對啊，拍起來都變布豆哎呢。好了，剩下的松露都給他了，都給他。我們這邊也有人瘦了。對。好啦，跳前1比1咯，講真嘅，睇落比賽，我嚟變嘅話，變獎金也變太離咧，呀哈馬上就會進行最杯麵館嘅挑戰。料理大鬥士，大家顧客都要算係自家嘅好面試，兩嘴愛啲限定嘅時間地度，用帶來嘅秘密武器，做出一出最戰鬥嘅世界料理，到底哪家嘅面試會較上癮呢？一家之主，叫下來大鬥士咯！最杯麵館呢，我嚟看一下睇下叫咩，拿出買嘅壓箱寶，我嚟叫下嚟變最杯麵館。請問一下馮翠帶來嘅秘密武器又係乜嘅？
福菜。慢饮粥哎，还没走。出自神奇人之手，妈妈之手挑战过去某 Q 哟，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哈，比分姐一听是够懂得后会破吹，对不对？嘿啦。对你来说，心目中最棒的破吹一定要怎样？要有甜味，然后吃起来酸酸甜甜的，酸甜酸甜，哎，要正干嘛？正干，回甘对不对？回甘要回甘。泡菜嘅石毛要到，讓人形容當中冇買強壯哦。又特別改良嗎？又泡過水，又浸水糕咧。我們先問一下，點解哪樣嘅泡菜帶來最杯米出料理菜名都？福菜燒條腐，厲害了，厲害。因為要煲到有辣椒在我入面。係啦，係。好。代表所有的客家佬台北職工最杯米館有信心嗎？有，加油咯！加油！好，來感受一下，攬出嚟一片嘅客家料理維基百科全書，這個全名可以嗎？可以。父兄厲害，你覺得哪隻今日帶來嘅秘密武器係乜嘅？油蔥酥，一香咧，做半夜一點。哦，不人家數據講，一點。哦，佢做嘅。好食的呢！哦，所以根本哦，那裡啊凍梨係油蔥酥啊，香港談講係潤下啲哦，屬於沙皮嘅一東西，做嘅料理按度買。菜頭板煮湯哎！哇，菜頭板。我是咯。等一下現場直接賣，好不好？好。沒有賣啦，一點點怎麼賣？賣給誰吃啊？好，屬於不一貫的哦，兩三個相鏡位拿出來哦，好。有信心嗎？有，加油！哦，兩隊都已經蓄勢待發，飆起來了。都算3、2、1，搶開始！開始！哇，今天戰況太激烈了。對啊，那你選哪裡？我兩片都讓啦。啊，你呢？哎，我中用啊，看乜嘢？合是不是？看他用東西靠生啊，就先來用。哦。而且識到東西啊。難怪師傅可以這樣子。對啊。做那麼久。真的很會做人。回來，一到這會做菜。來，人家取得柔性公外哈，非常溫柔。超級。你有罵過人或生氣過？一定有啊，看不出來呢。因為人家看人家咩哈，咩動分揪，咩動分揪，人家講話是不是都在一個音頻以下？我要教佢記出門較分揪啦。一火燒咯，因為用油係煎東西。你要先煎嗎？該？先炒肉，而且炒油先放油啊。來到媽媽的主場了哈。媽媽煮嘅要出菜家講，我都罵出名。燒條腐啊，福菜燒條腐，就燒起去又動到風發的啊。係啊係啊，就上嘅媽鋪條腐用用，那就是第一關做不夠咯。係，怎麼啦？我們如果回顧一下，第一關他是做一樣事情哦。係。所以其實兩段可以剪同一段。你還覺得有點抑鬱嗎？準備按到，結果來今天都在負責標豬肉。都好啊，都神奇啊。因為其實如果你覺得不舒服的話，可以換一個工作，因為可以負責主持啊。沒啦，第5次邀請了哈。你知道，通常這個工作組係記錄負責。係哦。他超喜歡這個聲音的。哦。白噪音哈。對。別別滾。所以講到有幸一定要做主播的，你之前就是這個專業畢業係嗎？係啊係啊，我係新聞內畢業嘅。哇，應該是新聞系之草。唔係呢。因新聞呢最多嘅就係凍醬嘅食物啊，食那個少啦，係啊。看一下媽媽好不好？對，一定要標記下。看一下媽媽好不好啦？不是那邊媽媽，這一趴都沒有理到姐姐。哎，煮到這道菜，我就會想到我的那個婆婆跟公公。你那個家公敢用日本清河的米頭咯。他們以前在的時候很辛苦。在世的時候，常常會用那個瓶子裝這個東西，就曬乾裝進去，然後很辛苦的從苗栗拿上了台北給我們。在煮這個菜的話，是有一些懷念他們的那個感覺。在世的時候，常常會因為他們很照顧我們，所以現在煮這個菜，公公那種辛苦的那種味道，很懷念他們，很溫暖。我們給碧芬姐一個掌聲。不好意思，她真情流露。而且義工嘅亞團法吼，可能很多觀眾朋友在電視機前面看到，也想到去家嘅阿公阿婆。我料理就安用天呐，味覺就是最好的親情連接。如何思念，就是做出它的味道，對不對？米西係情感跟研究，有時候亞瑟到了就會想到佢當冠軍那個3000塊牌。哇！超快啦，超快！炒！不要買東西，跟人泡菜呀，可是炒。特別來。這道菜是碧芬的主場，誰都不能打擾他哦。他都哭了。對啊。他的情感很豐沛啊。那你都怎麼按母雞啊？真情流露。
就让他真情流露啊，空气几个先调一下，都在恢复嘞。啊，这不加很多了，太多了。没事，有水，等下再回来。妈妈了，好，谢谢谢谢。森妹姐，你们要加油了！加油了，我们加很多油了，加油了，加油了，还加油了，哦，加油，加油了，加油！因为我们有高汤啦。该是高汤系啊，自然高汤。要高汤，这我熬的高汤。鸡、猪啊？啊不是，今天是鸡啦，今天用鸡汤啦，鸡汤。芥痛，用芥痛，芥痛啊，芥痛，有芥痛。队长你怎么了？芥痛、老肚痛，其实都ảnh響啊。所以如果冇熱天我麻芥痛啊。高痛做得啦，沒有該蔬菜高痛沒做得啦。也有蔬菜高湯，丁果啊，有啦，素食的都是素食就是这样。洋葱啊，所以你要鋪菜有時先撈去別香，別香，嘿。你要當係長個炒米粉的哦，只要是煮痛啊。啊，你還有別乜噶？你有咩炒米粉的咩？也可以啊。煮菜頭飯。你頭先咪講炒米粉嗎？冇講。冇講啊。煮菜頭飯。啊，你係個湯炒嚟啦，湯炒哈。所以安尼是好的哦。等下滾咧，我哋就放落去，放秘密武器。等下莫斯安豆哈，分到配音室啊。配音安豆啊。太干淨係啦。沒有賣啊。冇啦，冇發幾多錢才當然來啊。哎呀，沒，該沒愛搶哎。他默默的全部都加下去。這個秘密武器哈。你們這邊是煮完的，是不是？好嘞嘛哈。調味呢？就混就好哎。這樣就好，這樣不要太多了，太多。吃下米稀嘛。那調味嗎？還是？你要水木的時候這個再加下去，對。好，我哋去狂改變好嗎？好速配哦。走的，再見。走的，很喘的哈。這邊交給志龍嘍。那你們開。對啊，喺攞面就給你結婚啦。我睇先改片的啊。避風井啊，先摸一下，你要鋪出來都一炒，是不是要直接碰到鍋子，不要在肉上面炒？讓它先爆香一下，所以你這要會清一個位置給它，對不對？嗯，好。做乜嘅魔法都接觸到紅帶啊？我讓它的福菜的味道出來。對，一定要避，不要走。對，混在一起比較。還有一點就是它全部的汁都吸到福菜上面。對對。啊，等下再還原倒水下去，全部又再跑出來。對。是這樣子嗎？是。你是它的知音哎。真的。碧芳姐，你剛才比較感性，我現在問你另外一個問題。可以用死黑影 V 這個福菜，你才選擇嫁你老公的嗎？來，好好回答。啊，不是，你回答了，你回答好快啊！那你以前冇結婚之前對客家人嘅印象係乜嘅？對客家人的印象？沒有印象。真的不知道世界上有這種人。媽媽是不是家裡的公主？你懂厲害，一下就看出來。係啊，好好說話。我爸183公分。哇！我爸138公分誒。張爸爸。可以用死黑影 V 這個福菜，你才選擇嫁你老公的嗎？來，好好回答。不是，你回答了，你回答好快啊！以前我不知道什麼叫做福菜，MD 啊。那你以前冇結婚之前對客家人嘅印象係乜嘅？對客家人的印象？沒有印象。真的不知道世界上有這種人。不是，我還蠻丟臉的，我不知道苗栗在哪裡。啊，新竹下面啦。新竹下邊台中檔口，苗栗在新竹的下面。台中上面，哎，桃竹苗嘛。媽媽是不是家裡的公主？你很厲害，你懂厲害，一下就看出來。係啊，很美啦。你講佢啱啱結婚之前。公主也係五方。公主。不要亂講，不要亂講。因為機動堂子五嘅法，係啊。好好說話。那該代表講打聲音都讓人家用捧的，就是很像那個掌上明珠啊，用聲音啊。有時你對阿公阿婆很有印象嗎？有啊，家就同喺土台啊，有時陣送來特別特殊，係啊。人家說啊，會隔代像哎，你會不會其實是像阿公？有搶愛公。對嘛哦。那你爸爸一定也懂演導咯。懂夠，一懂夠。難怪碧芬姐好眼光。首先挑身高，對不對？高富帥。我爸183公分。哇！我爸138公分呢。張爸爸。我樓太可能超過183。哎，他這個火可以大一點嗎？做得故意用扭係啊。哎，對，然後我再加一點那個，等一下他要起鍋的時候，我要再加一點油，讓他，哎，讓他這邊。
就是温度可以保持，然后它味就全部缩在一起。像过桥米线。对，我会再加一点点油。啊，你另外一个是炒？这个炒好，我要铺在上面当点缀的。对，这个已经弄好了。要又炒过的。又炒过。哎，那个油我加一点哈。好。然后等一下就可以起锅了。好，那我们就选勾梯喽，准备得奖感言喽。马上加啦。这个是要隆重的仪式，所以要扣下去3。来，预备备，1、2、3，哇，太扮演哎，没有扮演吗？菜头饭，菜头饭煮汤。啊，这已经到下期的地步多，都煮不太敢吃了。哎呀，煮不容易尬死。我觉得这个秘密武器可以多放一点点，这样全部倒下去啊，省得带回家。多腌一点点哈。好。低度黑机器嘎嘎的啦哈，要混着点卖的哈。对，哦，有葱酥加下去，秘密武器再拿上去。对，这种的感觉又上好嘞哈。啊，好，差不多了。好，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。现场马上来倒數，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。時間到，馬上就來試試看下最杯米一罐咯。哪一部卡的料理呢？最感動你。用做正經強強的哦，你會發現到呢做料理哦，正經係用愛來做，老爺嘅好好嘅情感，透過料理來留佢延續下去。先來試試看下風水嘅料理咯。哦，誒，我唔知學材啦嘅麻婆豆腐嘅融合之類嘅感覺。其實蠻搭的耶。那這個嘅風水呢，嘅切法切到這片油，嗰個呢豆腐裡面讓人多油油嘅，然後高牛肉薑下，你會發現到食的時間，食盤甘味，味道已經完全融入之外，含個風水又還有脆度，我覺得非常好吃。之前盲食嗰個嘅麻婆豆腐底都有個加風水。有吃過麻婆嘅自煮的嗎？佢今日有煮一個福菜嘅米頭凍腸，係啊，前要存下來，還沒有學到。會不會要來全是嘎滾嘎牛的料理呀？對自己的要求會特別高，會特別有壓力，會有壓力。但是我吃起來就是會有股愛的感覺，超，因為那是會想到很多的畫面，這樣。對。福菜咧煮嘅麻婆豆腐啊，唔是食過呢？我沒食過。哎，第一擺，很特別。我是的，好吃。麗雲姐有吃過嗎？沒有，第一次。那你有吃過福菜的料理嗎？有，我絞肉而已，蒸絞肉。哦，煮苦瓜嘛做的。麻婆豆腐對我來講哦，我頭擺血可能係因為參到嘅偏離粉變做很牛，但是他們這個其實很清爽。所以看一下攬出嚟一片菜頭版煮湯嘅幾多食咯，料有冇很豐富澎湃咯？你看，我這個湯頭，湯頭好好喝，凍香咩？加湯頭哦，較加精神啦，真嘅，因為湯頭有白豆，又加有羅亞胡椒粉。最杯米搶出又偏香，非常非常正統，和給它客家味。有隻菜頭版整啲好食，種麵啊。對，它趕緊大白色都了解，就好像連上線了。連上線，就會按牛米頭，就係客家嘢。錯，英國頭擺加滾加牛沒會煮呀吧？客家漢拌鹽，有鹹湯圓也是這種味道，對。我也會煮。哦，那你下一集帶你女兒做完月子帶她來比賽？好啊，好啊。她應得太快了。對啊。菜頭版煮湯，東應會做。你要絕對係我食過嘅前3名，真的非常吃。像龍芒是愛妹，讓愛家婆，因為很厲害。而且我們也不行人的豆漿啊。被你發現了。覺得味道有點淡了一點。假設崩盤啊崩菜，可能會用，不過跟蛋酸血統一處到係拄好。好。現場嘅煙落見來見到，所以本阿姐你要做湯來試下過來嘅。你師傅應用翻兩上我，結果你看。好嚟，起司煲搶本酥。來看一下，今日哋係最尾一票嘅分數，搶本分數。哇！平手，平手啊！大家心中要停停的啊！兩片真緊實力相當，真緊講東南片的敗。我本家紅隊啊，其實嘅梅頭一層又全部要炒出來，尤其係間麻辣，有麻辣食到有辣，辣油食到間福菜要轉甘轉酸。
有鸭子鸡的麻辣的味道，不过食还有办法吃第二口下去，当我食。好，按部分人对真紧当歹势啦，因为讲讲是去解层次感冇炒出来。你比方说虾米不用虾米的时间，香菇不用香菇，是一层一层落去炒。煮汤的时间还原到全部的虾米、捞个香菇的味道能够释放出来，哈好。是正菜用2片真紧做到当我清好。2片都做得十分好啊，因为真紧当然平分啦哈。我先讲风吹那边就会讲，我做人口味啊、香味全部有超多，但是我吃到咧，假使人个泡出呢，再唔忙有冰个豆瓣酱就会之前，先拿膏药放下去炒，用个泡出呢，先适度个煮油的香味，唔再落冰呀豆瓣酱去炒的话，相信人个泡出的米是会更较好，因为人泡出做得当好。南吹那边呢，所以各方面都动用的较简易的米食啦吼，但是吃到讲。比较香料的时候，就像徐师傅讲的，人家个比较久的喂，可能又更较香。做料理遐样啦，不卡人好食又不卡妈妈的米头最主要。不过呢，师傅陪你溜溜体贴一下，马上就捞几个神奇的，找出我们的盲点来。希望睇起来今日都有学习咯，马上就要颁奖嘞！舞台去感愿意花时间来准备了比赛，讲真人比赛冇咁简单，在战情焦灼之下，两组都系第一名，先来恭喜风吹得到1000元的加彩券，恭喜恭喜，谢谢。谢谢你，谢谢你。哦，1500元，这代表讲两组都系第一名哦。哦，是很厉害耶！写了门口那里风吹了哈，第一拜托妈妈给我送天丝，对不对？对，第一拜凉茶。好，而且也是第一拜参与料理节目。嘿，贵嘅心情用办老太家分享一下。基本上係第一擺食到阿妹做嘅福菜燒條腐，前幾有食到阿婆，還有我阿公前前幾年蛋做嘅米頭要出來，當翻飲嘅阿公阿婆，我咪會帶嚟料理學下來，之後自家煮本自家食，分享本台自家。我還是誠摯的邀請你，這個位置都等着你，這樣好不好？這個有錢嘅咯，搶高真緊哦。回來嗎？現場答應要不要？贊成的請拍手啦！好，我們就拍手表示支持了。先門機啊！冇門梯。冇門梯，yes。唔會搶高。好啦，這本期哦，兩百參加心得，老太家分享一下好冇？第一次的處女秀獻給一家之主。然後我很高興來參加這裡，得到很多的益處。謝謝。這份期講到一個重點咯，最主要係來看出我們料理地都有乜嘅盲點麼？現場感受那是不一樣的。冇錯。咱水療片阿姐哦，我們這一集的節目效果擔當。真嘅。希望大家下班還有機會過來。好，謝謝。熱情下來。謝。先話阿姐啊，我嘅東西挺多嘅啦。最每一首哦，我哋繞場係麗雲姐，讓大家分享一下2百參加嘅心得。我很感謝我們的里長幫我報名，給我有這次的機會，回去再加油，下次有機會還會再來拼。啊，好，謝謝。還會再來拼，你有沒有知道？係啊。龍漢得嚟幾飛哦，你想講又做咩謠言呢？係啊。不然人家就都記錄紅用冇有幾飛，都達到鄉下，都在鄉下來分享好料理，因為料理而結成的緣分。冇錯，除了染粉之外哦，我哋除咗川西美種重要，分享所有優秀嘅客家朋友鄉下來幫忙參加比賽哦。冇錯，依家製作等你鄉下來呢，唔是緊張哦，歡迎你來，下禮拜再見，拜拜。